开个世界老虎叠天，巴啦啦巴巴。无讲把头讲讲爱初上，日头讲我嘅花，陆地做本意准做小花，走吧就走吧，就不是来老爱做怕。有钱用慢嘅路，来一步向前，爱行难去，用坏又过一摆，就用嘅所在行行又停停，相爱不怪过意，别营养撒天爱天天，故说就本起家，咿呀呀都带的梦多。做马该嘅广告嘅法，一群龙已经思念一样无穷电台，留白嘅梦，本已行个，就从黑啦来个，呜哈。也有人语，也有人呀，直到时间慢慢流，你不懂快乐的快意给了丢给，就本地里快爱嘅世界，上岸嘅的，我用嘅的，给公路嘅马日给你深度，留白的一切就不光带走，你来的生活。And never say never again。其实这个案件呢已经落幕3、4天了，但是呢，网络的舆论一直在延烧着。这个杨太太，不是叫温妮，她好像要求大家这样称呼她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威尼呢，在公关界是一位红人，跟媒体圈的人呢也非常的熟。认识她的人呢都知道，她是一位非常强势而且又能干的女人。好的，今天呢，关于这样的主题呢，我们请到了当事人之一哦，也就是呢傅子敬的父亲，他的爸爸傅志良先生来参与我们的讨论。哎，傅先生，你当时也在现场，对不对？整个过程我都在啦。其实当天现场是非常混乱的，我们所有家长都很紧张啊。可是，在等小孩子出来的过程里面哦，我发现到维尼好像有一点不一样。要怎么说呢？就是他好像一直都心不在焉啊，这个就是有问题嘛。在这样的一个重要关键时刻的时候，一个当妈妈的竟然还有心思在想别的事情，哎，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呢？我们现在呢要来听听我们观众朋友你们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。我们现在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，而傅先生待会呢，请你继续跟我们参与来讨论哦。好的，来我们接下一通电话。她没有资格做人家妈妈，哪有资格说自己的小孩出事？我看她前面讲的多担心儿子，都是在演戏啊。对，我们很多人在网络上面也是这样子在骂哦。不过我们不晓得说这一对母子哦，他们的关系是好还是坏啦。谢谢你的分享哦，我们来接下一通。我早就看这几个在电视上啊又吵又哭的女人不顺眼了啦，就是有这些自以为了不起又搞不清楚状况的父母，才会养出这种有问题的小孩。对，那你觉得当妈妈的应该怎么做才合格？要有理性的爱嘛，有爱才是第一步。但是那个爱不是帮孩子做好所有的事，不是把他像纸黏土一样捏成爸妈喜欢的样子就好。好的，谢谢你的分享哦。我们很多人在网络上面也是这样子在骂哦，大家都在问哦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？一个妈妈的在得知自己的小孩平安无事之后，不是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，而是给他一巴掌。一个妈妈教育强不强势，根本不能拿来当做打小孩的借口。维尼一开始用尽办法要教育这个孩子，最后却打了他。他这种爱孩子的方式啊，最后连
迄嘛该啊，酥松的迄，迄巧克力啊。Oscar，会读几毛？安比亚是妈咪做的意大利面好吗？还是妈咪陪你玩？奥斯卡，唔可以讲花，唔讲花，妈咪唱唔甜，唔想嘛该。奥斯卡做嘛该啊？停下来啊！做嘛该，奥斯卡！我叫你停啊！不要吵了！不要叫了，好不好？你停好来诶，弹曲诶嘿。唔好扣呀，喊体练。小凯，俺比较会是风吹啊，狗力吹啊，风吹，狗力吹啊。风吹。唔甲他讲狗力吹嘿。好啊，狗力吹。爱手弟，俺妹请好是狗力吹。又停好来诶。我咧当出行诶，我想爱去成都洗身。谁你呀？莫走！好。来啦，要本啦。很仔细哦。听我本来好嘞啦。好好好，来来，要给啦。联络呢？好，我来听我呀。你问，奇怪呢，你啊也未做事，我两年呢，我从来又冇看过伢老公啊，拢见一下啊吼，明日落也未等下班呐。阿弥陀佛咯，太浪漫呢。调工用，还是啦，老唔挑麻烦的。过几年吼，佢出会走的，唔会过交叉体界的。来喂喏，也竟然啊吼，讲话又有礼貌又客气啦。伊头刀啊吼，还送我礼物呢。伊讲伊见明日啦吼，伊天师台读到阿卷师啦。哎，底下吼，美国中医阿卷师啊，就特别一个头也不前面还食谱不爱呢。真是咯，出差有心哦。哦，伊还有讲啦，讲以后点的啊，迄嘛个提防个总防的啊，嘛做得亲密天数啦，还特别留天花不爱哦，讲安尼亲密啊，搁防骗啦。调工用，我说嘿，我先离开哦。你不，我马上看我案件呢。没事，我没事。调工用啊，老兄哦。
拢生意啊！老板娘，坐来。人家是充了个天啊！哎！阿爸，阿爸有带天师头一点行走来哦，慢点回身。我生。好好好，来啊，看有冇该东西哈。一扎，两扎。哇，奶油蛋糕诶！对，巧克力蛋糕。哇，巧克力，我要巧克力。哦，唔使紧，唔使紧，太卡住油哈。来，一撒一半，感情冇散。来，付出来。含油。叮铃。我说，我说，这是我的。妖怪加生意。好啦，你就慢慢说咯。阿爸还有准备好东西分的哦。哦，嚯！混！也个啊，迄天师头个主持人送来个哦，叫品虫始祖安尼啊。嘟，好搞无？好搞，我爱。哎，唔是记啦，也个人落妹个啦。来，丁丁。准备东西分啦。扶持，相爱也给么？阿爸，你要中了呀，动用机器人呢。喂，你很吵哎。怎么样？羡慕吼？好在位哦。做毛会这哦。你东西主题啊！好在位哦。做毛会这哦。扶持你点点。你还做乜解啦？那条生意就搞得好好，我只有去奈喏。你去做乜嘅戲啊？我係冇做戲啊。其他唔講啦，反正係將冇人帶到一集不卡，我冇人鬧醒嘅，我鬧喺身邊有乜嘅牽連啊？唔好安尼啦，你看生意都強到咧。你問啊？生唔係硬嘅，咩係捱嘅啊？但想照顧一個家庭，只一個做阿爸嘅經驗，照顧一個天公地道嘅事情啦，也係捱嘅不下嘛。我講一擺，也唔免也無卡，家離開哦。做唔得，阿爸做唔得這。傅志清，你
要很点点嘿。不过，亚带你跟你迄间肚，不准出来。你不去。妈妈叫你进去啊，听不懂哦，进去了。你就会叫我走，我都在做唔错乜嘅事情啊！你根本就冇人搞过出现啊！你出来做乜嘅啊？希望骗勇气上的钱啊！希望骗李欣上的钱，还希望骗牙条干鸟的钱啊！我骗钱我做乜嘅呢？我拜托你好冇，唔好再讲不点的啦！我以后摆转来哦，只想老唔就好好强下惩罚。我有点想啊，我就是想讲，我因为弥补唔掉咩？弥补？好啊，唔想爱弥补啊？离婚就会真好的弥补？哎，我讲过了，离婚，冇可能。你干嘛跟那个叔叔这么要好啊？妈妈不喜欢他。你唔睇下都八点的好。妈个叔叔啊，你也包好冇？你唔知啊？我做在用干啥呢？憨蛋妈宝。什么是妈宝？唔知的吼，憨蛋爱动瓜。你才笨蛋！你是妈屁精。我冇烂吵啦，无聊幼稚。你才幼稚。我想解释啊，我报告啊，阿斌，你先。有爱。好啦，要不嘅，我有查过嘅啦，不足相留。还有照个资料来看，这件物嘅呢，屋主其他着几不卡人哦，做出移民到外国去嘅啦。按多年来哦，附近嘅人都讲，无通过爱买也系爱嫖嘅啦。故所总共一记。这件物嘅很真久嘅。哼，我知，一个有钱，无会买好看的哦。没有可能啊！还有啊，我知道哦，该带做嘅咩好生意，应该就会想讲，亚件物嘅行行啲嘅，咩咩有人去，故所张伟老街条新人带到嘅去。故所，你女夫跟梅玲莎去会留会亲戚。还蛮清楚啊！我迄次都讲哦，有可能佢抢喺老街附近呢，调查都清清楚。好，还有嘞，关于前天绑架案那3通电话，今天电信局确认，确实是从别墅那边传出来的。今天，你很久啊？会找不到发话位置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这个东西在作祟。今天早上带那个电信公司人去查，好不容易才发现的。哼，一只口罩 boy 啊，准备都按主刀啊！
还有呢？是队长，还有我追查的犯罪车辆，我有请人去解析他的车牌号码，发现是假的。拜托，你吵安尼吵到飙脑筋的啊！我今天会做的，迄3年。夫子啊，几多点嘞？还没睡满啊？阿爸喏，出去的，伊险唔做来的。真嘅唔总来就好诶。你说叫我转来咯，无做来结局者吼。安尼就好。夫子啊，俺班副总好，好冇？两个喏。阿爸喏，阿爸要向我去冇？差唔多，冇见。我冇诶，冇阿爸，我冇办法。唔过夫子啊，反正我冇办法做好。你阿爸唔会一直伫你身边。唔免冇啊！平时单抢爱来拢冇伫屋卡，唔免冇讲爱着啊。唔免唔讲唔对，嘿，你阿妹要去存钱。反正我阿爸平安，你就去存钱就好个啦。夫子。请进。杨主任，不好意思，打扰您休息了吗？没事，进来吧。你是要来找我讨论上次那件医疗纠纷的吧？是。不过杨主任，你们家都没事了吗？医院的同仁们都很关心。没问题的，一切都在恢复当中。帮我谢谢大家的关心。没事就好，我会转告大家的。说吧，关于那个医疗纠纷，家属现在知道错不在院方了吧？是，家属那边似乎是明白也接受了，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放弃抗争。为什么？这不合逻辑吧？家属表示，他们一开始并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只是希望院方可以给他们一个交代，一个突然痛失亲人的慰藉。但是医师的态度却很冷漠，让他们觉得不被尊重，所以才决定要抗争。是哪一位医师啊？主治这位病人的廖医师。廖医师不是个冷漠的人吗？还有杨主任你。我？家属认为主治医师和杨主任你们的说法都是把错推给病人，让他们觉得医师在推卸责任，不把人命当一回事。病人不顾提醒使用生海鲜引发败血症而死亡，这说明合情合理，哪里推卸责任？但是听在家属的耳里，就不是这么回事啊。你这个杀人凶手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？你父亲肝脏移植手术以后，你们就让他吃生海鲜，引起严重的感染，死亡几率本来就很高。妈，你这个王八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所以，现在院内希望怎么解决？
在杨主任您休假这段期间，副院长针对这件事情开过会议，他的指示是由杨主任您代表外科公开道歉。我拒绝。可是杨主任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我没有必要为了我没有做错的事情道歉啊。可是副院长已经指示。副院长是因为你们公关部门没有办法平息纠纷，所以才代为做出决策。而你们公关部门应该协助判断这个决策的合理性，如果合理才去执行，不是吗？是。那公开道歉这个决策显然是不合理的，对吧？既然不合理，就请你们回去想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，我们再来讨论。是。我说完了，麻烦你们。不会。同时，专案跟设计组等下跟我开会。薇姐，你怎么来了啊？这什么问题啊？公司有一堆工作要我做，我不回来怎么行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以为你会多休息几天。放着你们这些人在这里，我真的不放心，所以从今天起，我就回来工作。机车。这样。Winnie, you're back. 你有收到我传给你的 text 吗？有，谢谢老总的体谅。但是公司的案子太多了，我不回来真的不放心，所以就决定回来工作。Still workaholic. And your son, you okay? 已经没事了。老师为了家务事而耽误到工作，这点真的让我很过意不去。不用担心，这几天我带着大家一起做。事情的进度甚至还有点超前了呢，所以你真的不必担心你不在会有什么影响。Don't mention it， 他们都帮你处理得很好。The clients are all very happy 对那个产品发表会的结果。你们两个一前一后，完美接棒，这功劳全部都是你们两个的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我也是。Splendid， 公司有你们两个 ace in the hole， 我们任何的 case 都不用担心了。Oscar， 今年睡到几多点？虽然也今年唔是去上课，不过行迄做唔得太难事哦。是吧？小珍姑姑爱对银贵转来，到时爱去食金毛。唔系轻松于小珍姑姑的嘿。今年无上课，领功课应该填唔到同学嘅。爱皮肤早晨的读书时间无？家绝对挺有那意思啊！6点风冲，去我读书做对无？
夫子啊，唔好故意告诉佢嘅，要行出去复习功课啊。听懂冇啊？又来做了嘞！阿爸，你哪又还当做人哦？哦，无啦，阿爸带俺父哦去出任务啦。唔讲还没上我去啊，你人无当来听哦。好啊，无今日你就叫我去了没？好啊好啊。阿唔讲，后面阿爸去送天师哦，又存到动多钱哦，今日带你去烧了嘞。好好好。你问啊，若看今日店里面抢价好啦，本日两项妹哦，看我去了一下没？丁丁，今日啦阿爸阿哥看我去了好冇？你去游乐园啊，有动多的玩具，还多的是 ice cream。不行，我要去上学。我想让阿爸看我了哦。你白痴哦，可以出去玩，干嘛还去上学啊？叫你管，我要去上学。后来，丁玲请乖，阿妹等去好教。夫子啊，记得是做事啊。唔是啦，乃不会带佢去吃饭咩？没事啦，啊。你有钱啊？该去了看还钱办啊？哎呀，大众们在生意面前讲个有嘅冇嘅。哎，夫子，该开这里啊。好，丁玲，你。罗红生你啊！學座，學座，何康嘅？學長，老太見講結獎，結獎，中埋啦！看到鬼啊！最近看到鬼啊！鬼應該是有點燈啊！我讓你查到的啊，冇想去啲嘅。哎呀！哎，假嘅。講啊！唔該。23年啊，喺幼兒國小6年1班呢，我到黃龍木。所以來佢畢業，沒會10年。我去同佢講寫先生問過嘅，先生講哦，佢廿歲清早就過身咧。佢6歲開始就跟家己帶醫學，高中佢就大學離家出走，高嘅冇人哋嘅難。佢本年家己家己移民去外國，睇咁樣樣嘅啊，出來家夫妻無得問佢工作。簡單來講，佢係個失蹤人口。清楚有一點係，老人講嘅窮樣，家有數後有一台地吧。
应该一年内你是人生的。校长，既然两位伫，我查下生日呢。敢无按拄好？你想干嘛改哈？要生日呢，老去带做也咩好生日，真係我要抢生日啊！也系总唔得可能，不过起码有进展。听讲你，我就做得生日才交代。不好意思，可以回应吗？不好意思，回应一下好不好？这件事到底是绑架？回应一下好吗？拜托回应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回应一下好吗？这件事到底是绑架呢？是绑架吗？回应一下好不好？拜托。回应一下好吗？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样？回应一下。回应一下。我了解事情以后再跟你们报告，好不好？先回应一下嘛。现在到底怎么样？回应一下，拜托。警官回应一下好不好？回应一下好吗？ No comment，No comment。绑架案呢？找到犯人了吗？泰国，好照顾媳妇啊！不好意思，警官长，给我们一下交代好不好？今天大家坐在这里，就是为了李凯静、杨佑利、傅子敬3位同学的复学安排做意见交换。不过在讨论之前呢，我想大家，对于案情的调查进度应该也相当的关心。那这部分呢，我们就请罗警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。经过调查，其喊做黄龙木，20人生，身材中等，行事神秘，无不看你无朋友。两位啊，也算你两位老生人的宿舍啊，系你去调查，不过。 如果你用路说事的哦，我小凯冇可能你用路风说事这种呢。今日黄龙木，书风有一堆动态靶，来，看清楚，想一下，有看过几老生你来强下无？真嘅冇印象。 冇可能，我就唔會說是那種人啊。冇看過啊，你看過冇啊？好，我哋會繼續調查。既然警方已经掌握了嫌犯的身份，让各位家长最担心的不安因子也算是暂时解除了。 我想，这3位同学是不是可以安心回来上课了？不需要转学吗？待在原本的班级，这样真的不会有问题吗？就教育者的立场啊，我们建议这3个同学还是回到原校原班，尽量维持这个变动在最小的幅度，这样也比较能够帮助他们尽快重新回到生活的正轨。但是待在原本的班级，类似的状况不会再发生吗？ 那同学之间不会继续有不好的影响吗？经过这次的事件，对这3个孩子的观念和心理层面上，的确需要好好的厘清和重新建立。当然，对其他的同学来说也是。可我相信，只要好好的沟通，同学们都能够理解，并且成长的。 错啊！乃真神啊，乃知道注音沟通唔会查呢，乃气甲本身哦，绝对唔会本肤质正好甲正版呢。冯先生啊，王老师，乃来哦就拜托你啦，吼，拜托啦。我也担心，如果到了陌生的环境，奥斯卡就更不会开口说话。啊？乜解啊？奥斯卡都也含讲法哦，因为安尼啊，今年嘅只把种。 是卡多去哦。好啦，你们刚刚来听书的冇啊？还讲来带付出去看去的？莫按严冲啦，启动起就会好诶，什么不是麻烦？
好了，按了就好了哈。按洋葱哦。那么李太太，你觉得如何呢？是不是就让孩子回到熟悉的班级？我相信凯静也会希望是这样的。我女儿希望怎么样，我最清楚。那相信你一定也非常清楚，让凯静回到熟悉的班上，她也能够最安心和最开心的，不是吗？好啦，小凯妈妈，你就答应呗，啊，你妹为小凯好啊，啊？李本，看嘛。那就先这样吧。对了，我记得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杨老师，就是杨医生的妹妹吧？是的，我也正打算联络她，让她提早结束课程回来台湾。很好。要是各位家长没有异议的话，下周我们就开始安排3个孩子陆续回到班上。所以刚刚老师讲的，大家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吕凯静、傅子敬和杨佑丽这3位同学都不会转班，也不会转校。下个礼拜一，吕凯静就会先回到学校上课了。大家只要跟以前一样跟他们相处就可以了，不要觉得他们很特别，或是觉得他们很陌生，而想要疏远他们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欢迎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再次收看的头条限时批节目。这2天大家讨论非常热烈，关于昨天的学校以及警方的一个3方会议哦。大家很好奇哦，到底警方是查到了些什么？为什么要向学校以及跟家长来做报告？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呢，我们同样是邀请来了我们的当事人傅志良先生呢，要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案情的一个内幕，以及到底会议当中谈论了些什么啊？傅先生你好。主持人好，来宾好，各位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傅志良。其实这次的会议哦，它阵仗是很大的，就算体授1礼拜没后。那当然还有我们3方的家长，不过就是其实家长还是没有全员到齐啊。UV 的张统丁啊。是温妮并没有出席，他不关心他儿子复学的一个状况。拜。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温妮没有过来啊，不过我倒是知道奥斯卡的情形了。我觉得这个小孩子真的是蛮可怜的啦，他不知道是到底是吓到了呢，还是觉得自己做错事情，他到现在啊还没有法开口讲话哎。不能够讲话，这事情很严重哎。关于这奥斯卡他没有办法讲话的这个传闻非常的多啦，很多人说呢，其实温妮他搞错了状况，所以才这样子打下去的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温妮到底为什么会打他小孩，我也没有办法替他说什么话。不过我倒是想借由这个节目劝一下温妮啊。维尼啊，不管你做了什么，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哦，你要勇敢出来面对，你这样才可以给奥斯卡还有社会大众一个交代嘛。好的，那回头。我爱懂事啊！现在警方他调查这个状况是如何？已经侦结了吗？因为那个犯人他把小孩藏了2天嘛，所以这个算是一个社会的注目的重大案件。那警方说已经查出身份是谁了，现在正在追捕中。那这个嫌犯他的来头是什么？警方是说他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啊。是这个吗？对了，就是他啦。那这个人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前科或者是什么外形特征？警方是说他好像没有什么家人，更没有什么朋友，都是独来独往这样。那身材其实就是像照片上面这样，他就是瘦瘦的，然后精壮、白白净净这样啊。那警方是说，其实一看他就知道，他就是一个怪人啊。对了，警方还有讲到这个人他好像他姓黄啦。那个小叮当啊！你看冷清地位好吗？你买个小叮当啊！冷清地位啦！冷清，你用个冷清来。硬张交代总唔得讲，伊出去就上天师讲啊。跟人家他都讲出去的，无用的啦，哈！跟人的左右，才能一直空。问我，那去赌起来没？哎呦，安做？我讲，我就不能做3只空。要2只啦。啊，点唔点啊？师傅。师傅。哦，爸爸。
Oscar 唔講法，嘿唔開，分手要等幹什麼？绑架案的犯人不是戴口罩的那个人，是奥斯卡。像喺我遇到天使红社會下，共兩句話，做啲嘅分享有點問題。对不起，他不是故意的，请大家不要怪他。你要怎么改？你真给黑猪没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很勇敢啊！全部黑暗，照样就無法主動出轉。你的留的所有嘅記住你風度幫你吹響，遇到冰霜，遇到痛，遇到不知，勇氣留白，何不以後總會覺得天光，不該提來嘅理由。相愛意，後白嘅故事就盡早已解夢，容易走吧，就不愛盼到自由嘅路口，係唔係會很多？